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味講下錶。今日有個品牌要介紹俾大家嘅，咁我個人覺得個設計都幾特別嘅，同埋個質量都唔錯嘅，就係 Sharp Bomber 沙皇炸彈。咁點解講佢咁特別呢？個設計，咁佢呢有某啲款嘅設計呢係可以俾自己換圈同埋換帶快拆嘅，好似呢一隻為例。咁佢就係用鈦聽殼啦、卡邦圈啦、膠帶啦，同埋接扣啦。咁佢係用日本 Miyota 機芯嘅。咁帶同埋圈咧都係可以快拆換嘅，好似呢一隻為例啦。咁佢就係套裝。咁佢係個圈咧就可以快拆嘅。咁你只要撳住側邊呢個掣咧，就可以拆個圈。個底咧亦都可以撳掣快拆條帶。咁佢呢個套裝咧係另外再跟多一粒的，同埋一個鋼圈。因應你唔同個需要啦，咁你可以隨時選擇唔同嘅佩戴方式。佢跟多個圈，同埋跟多粒的，粒的都可以快拆嘅。係啦，只需要撳住佢向後擰，咁就可以擰咗粒的出嚟，就換另外一粒的上去嘅。咁裝翻上去亦都係啦，扭完撳實佢，再向前扭一扭，咁就上翻實㗎啦。咁有幾種唔同嘅佩戴方式。咁而另外一隻咧，亦都係方形嘅，呢隻係有計時嘅，隕石錶面，星期日曆，咁用卡邦殼、卡邦圈。呢隻特別之處咧，佢就係同墨西哥一個球星咧係做一個聯成版本，全球限量400隻。咁佢係跟5個圈，另外再跟多4個圈，4粒的，同埋4條錶帶，仲跟多個黑色嘅扣，一個金色嘅扣，一樣係可以快拆圈帶，配合唔同嘅需要。而一隻咧，佢係用瑞士7750嘅機芯，佢定價係46,900，而頭先嗰隻係11,700。而另外一隻咧，呢隻有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大家睇到嘅時間咧係唔同嘅。呢度係0加，點樣0加咧？個0加嘅意思就係加下邊，咁呢度變咗3加0.5，睇埋上邊個分針，即係3.5，3加1就即係4點。同埋呢個亦都係可以換圈、換帶、快拆，配合唔同嘅需要。佢係採用黑色 PVD 針扣，呢個就唔係套裝，定價就61,000。而呢個錶咧係攞個瑞士嘅設計大獎。咁佢亦都有其他普通嘅版本嘅，例如鈦聽殼膠帶自動7字位，可以睇到游絲，透明底針扣。佢個定價咧係3,800。咁佢亦都有唔同顏色，呢個就 PVD 黑色殼。卡邦圈亦都有唔同顏色嘅，定價亦都係3,800，採用日本 Miyota 機芯，透視錶面。咁佢亦都有另外一隻陶瓷嘅，
12點位有個 Power Reserve，都係採用日本 Miyota 機芯，透視錶面針扣。另外一隻就係 Carbon 圈 Power Reserve， 4字位有個小秒針。呢隻定價係5600，咁佢亦都有好多2026年嘅新款同埋其他唔同顏色啊，或者唔同配搭嘅，因為款式太多咧，就唔可以影晒俾大家睇。如果有興趣嘅標迷咧，就可以瀏覽我哋嘅 IG， 同埋佢有好多2026年嘅新款嘅。咁啊，由即日起，我哋依家係做緊一個75折嘅優惠俾標迷。咁而今年2026年嘅新款咧，亦都係接受標迷預訂嘅，亦都係由即日起至到7月12號都係享有75折嘅優惠嘅。有興趣嘅標迷可以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或者親臨我哋尖東富豪酒店恒優標行同我哋查詢。多謝大家。